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买买买。这个买就是用钱来换物件倒转来。另外文音读做买，像讲古早一个故事，西汉朱买神，少年失志，因某看伊无，含伊离言，落尾手伊到中年才考得功名。因某后悔已经伤过头班，这就是买神册的故事，都爱读做文音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买命，这就是咱口语人咧讲的夭寿代志大条。第二个词就是买手，这个买手就是买主的意思，就是开钱买物件这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小请无论，买卖算分，头家顾甲人客开讲，煞袂记你甲买主收钱，一声买命，赶紧走出去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买，另外文音读做买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